你知道吗？有一些小小的种子，在帮助60岁以上的人逆转肌肉流失方面，甚至比某些高蛋白粉还要快。这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，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这些不是什么昂贵的补品或稀有的草药，而是你在几乎任何厨房都能找到的日常种子。当你用正确的方式将它们添加到饮食中时，它们能帮助重建力量，保护关节，并让你的双腿即使随着年龄增长也能保持稳健。因为过了60岁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开始流失肌肉，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。起初，你可能只是觉得动作稍微偏慢了，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爬楼梯变得比较吃力，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多费点劲，握力也感觉偏弱了。这不仅仅是老化，这就是肌少症。而这5种种子就是你对抗它的秘密武器。所以在这支影片中，我将准确地向你展示哪几种种子最有效，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，以及如何在饮食中使用它们来支持你每一天的体力和独立生活能力。但首先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是否曾感觉自己的肌肉不如从前了？简单回答是或否就足够了，因为你并不孤单，而解决方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。如果你准备好找回你的力量，请务必看到最后。让我们开始介绍第一则种子——大麻籽 （hemp seeds）。它们真的很小，但在每一匙中都蕴含着营养宝库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60岁以上想要保持强壮、灵活和独立的人来说，只需3汤匙的大麻籽，大约30克，就能提供将近10克的完全蛋白质。这是你身体修复和维持肌肉所需的蛋白质类型，特别是当身体老化并自然开始分解肌肉组织时，这种蛋白质包含你身体无法自行制造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这一点很关键，因为如果你正在因对肌少症，也就是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，那么你的肌肉需要一切能得到的帮助。它们还含有完美比例的 Omega-3 和 Omega-6 脂肪酸，比例为1:3，这对于对抗发炎非常理想。不仅是针对关节，而是遍及全身。这些健康的脂肪还支持血液循环，帮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你的肌肉。更棒的是 Omega-3 能强化神经细胞周围的膜，这能让你的反应更敏锐，双腿更灵活，并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。你还会在大麻籽中发现镁，这是一种以镇静和放松肌肉闻名的矿物质。如果你经常半夜抽筋、醒来或感到腿部紧绷，这可能就是你缺少的关键营养素。镁能帮助肌肉正常收缩和放松，让动作感觉更顺畅、更自然。里面也富含铁和锌，支持红血球的形成和氧气的输送，这有助于你在散步、园艺甚至简单伸展时保持精力充沛。还有一点让大麻籽特别适合银发族，它们非常容易消化，不像某些其他种子和豆类含有植酸会阻碍身体吸收营养，大麻籽不含这些抑制剂。所以，即使你的消化功能不如从前，你的身体仍然可以在不感到胀气或不适的情况下吸收所有好处。将它们添加到你的饮食中非常简单。早上可以在燕麦片或希腊优格上撒几匙，午餐时可以把它们混合到沙拉中，搭配橄榄油食用。下午时是注浆，它们与香蕉、杏仁、奶和一点可可粉混合，打成浓郁的植物性果昔。它们有一种柔和的坚果味，能够融入食物中而不会抢味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天然的植物性方法来保护肌肉、减轻关节疼痛，并感觉整体更强壮，大麻籽是一个明智且简单的起点。第二种印加果沙恰因奇，它可能会悄悄沉味，
你保护肌肉、缓解关节疼痛以及帮助你自信行走的强大盟友之一。只需一份大约28克就能提供8到9克的优质完全植物蛋白，这是你的肌肉每天对抗肌少症所需的蛋白质。对于长辈来说，每一克可利用的蛋白质都很重要，而印加果能天然地提供这些。印加果是 Omega-3 脂肪酸含量最丰富的植物来源之一，甚至比你在超市或架上找到的大多数种子还要高。这些健康的脂肪有助于平息发炎、渗入关节和肌肉、减少僵硬、缓解不适，并改善肌肉与神经之间的传导。这意味着反应更快，动作更流畅，并且能减少久坐后或寒冷早晨突然发生的痉挛。它还富含维生素 E， 能支持更好的血液流动，帮助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损伤，并确保氧气能输送到最需要的组织，特别是在散步、爬楼梯或轻度运动期间。除此之外，这个种豆子还含有镁、锌，甚至色氨酸，这是一种能帮助身体产生血清素的氨基酸。这不仅能提升你的情绪，还能帮助你睡得更好，而睡眠正是身体自然重建和修复肌肉的时间。这个种线子脱颖而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消化系统非常温和，不像某些坚果或种子可能会引起胀气或不适，印加果容易消化且极少引发过敏。这对于肠胃敏感的人来说是一个极佳的选择。它的味道像烤花生，但口感更柔和细致，这使得它非常容易融入你的餐点中。你可以这样使用它：早上加一匙到你的燕麦片中，或者与香蕉和杏仁奶一起打成果昔。午餐时撒一些在沙拉里或混合在煮熟的藜麦中。晚上与其吃加工零食，不如享用一把前烤的印加果种子。你将在没有任何罪恶感的情况下，为你的肌肉提供夜间修复所需的营养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简单、天然且强效的食物来保护关节并支持体力，这种不起眼的印加果可能正是你身体一直在等待的。第三种，辣木粉 Moringa Powder。这个种不起眼植物的叶子在前兆并磨成细绿色粉末后，就成了地球上最完整的植物性营养来源之一。事实上，仅100克的辣木粉就含有约27克的蛋白质。这是一种全谱系的完全蛋白质，包含所有你身体无法自行产生的9种必需氨基酸。辣木还富含许多长辈经常缺乏的重要营养素：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钙和铁。维生素 A 有助于支持眼睛和免疫系统，维生素 C 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，这能保持肌肉和肌腱强健。维生素 K 在骨骼健康中扮演关键角色，而铁则确保氧气能输送到肌肉，有助于减少疲劳并提高日常活动如散步或做家事时的耐力。还有更多好处。辣木富含抗氧化剂，如胡皮素含绿原酸，这两者都以减少慢性发炎而闻名。这意味着关节僵硬减少，活动后恢复更快，并且能更好地防止肌肉的长期磨损。而且因为它是粉末状，辣木非常容易食用，你不需要烹饪或做任何花俏的准备，只需将1到2茶匙搅拌到你的早晨果昔中，混入1碗汤里，或是撒在沙拉上。它融合得很好，有一种温和的大地风味，能在几秒钟内提供高浓度的爱护肌肉营养素。这个里有个小撇步，辣木含有脂溶性维生素，所以将其与健康的脂肪如酪、梨、橄榄油或亚麻籽油搭配使用，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好地吸收这些营养。
例如姜香蕉、杏仁奶、辣木粉和一点亚麻油混合，就能制成一杯美味、充满活力的饮品，能支持肌肉修复，补充镁和钾，并对抗疲劳。如果是第一次尝试辣木，请从小量开始，大约每天半茶匙，然后随着身体适应逐渐增加，并必选择有机、高品质的辣木粉，以确保你获得全部益处，而没有任何不需要的添加剂。第四种其实不是种子，但它是你能吃到的最温和有效的植物性蛋白质之一——板豆腐 （firm tofu）。每100克的板豆腐提供大约8克的完全蛋白质。是的，它是完全蛋白质，意味着它包含了身体需要但无法自行制造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更重要的是，豆腐通常比牛肉或鸡肉等肉类更容易消化，特别是对于胃部敏感或消化能力较弱的人来说。但好处远不止蛋白质，板豆腐也是极佳的钙质来源。钙是维持骨骼强度和预防晚年骨折因骨质脆弱导致的关键矿物质。当豆腐是用硫酸钙石膏制成时，其提供的钙质吸收率特别好，是骨骼健康的明智选择。你还会获得健康的铁质，支持红血球生成并帮助输送氧气到肌肉，让你在日常任务如散步、打扫或轻度伸展中有更好的耐力。这里还有另一个额外好处：大豆异黄酮。这些植物化合物能温和地模仿雌激素的作用，有助于保护骨骼、缓解发炎，甚至支持心血管健康。对于更年期后的女性，异黄酮有助于减少热潮、红病、改善情绪。对于男性，适量摄取并不会干扰荷尔蒙，反而能支持心脏和血压健康。豆腐最棒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多功能性。你可以将它切片，用简单的香料如海盐、大蒜或黑胡椒调味，然后烤成金黄色。这非常适合搭配沙拉或糙米饭，或者试煮，将其切成方块，与蘑菇、花椰菜和腰果一起快炒。这是一道温暖、令人满足的餐点，对胃部负担小，但营养丰富。豆腐也不含胆固醇，饱和脂肪含量低，并且升糖指数 GI 值非常低，这使其成为控制胆固醇或血糖的人，特别是糖尿病或有心脏疑虑的人的绝佳选择。所以，虽然豆腐看起来很不起眼，但它其实默默地发挥着强大的作用。它支持你的肌肉，强化你的骨骼，保护你的心脏，并且对你的消化系统很友善。所有这些好处都来自这个温和的植物性食材。第五种，藜麦 （quinoa）。与大多数谷物不同，藜麦是极少数能提供完全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之一。这意味着它含有身体构建和修复肌肉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仅仅一杯煮熟的藜麦，大约185克，就能提供约8克的优质蛋白质，其中包括大量的赖氨酸。这是一种在其他谷物中经常缺乏，但对肌肉修复和恢复绝对必要的氨基酸。但蛋白质并不是藜麦脱颖而出的唯一原因，它还富含镁、钾和钙，这是肌肉和神经顺畅运作所依赖的矿物质三重奏。镁有助于肌肉放松，减少夜间抽筋的机会。钾能保持神经讯号的准确和平衡，有助于预防长途散步后那种双腿沉重、颤抖的感觉。而钙除了保持骨骼强壮外，对于肌肉的正常收缩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此外，藜麦富含水溶性纤维，有助于消化顺畅，减少便秘，甚至支持血糖平衡。这对管理糖尿病前期或第二型糖尿病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益处。由于其低到中等的
升糖指数。藜麦能提供缓慢稳定的能量，而不会引发血糖飙升或骤降。如果你经常在轻度活动后感到疲倦或头晕，藜麦可能也能帮上忙。它含有适量的铁，这在产生红血球，负责将氧气输送到肌肉和大脑方面发挥作用。你还会在藜麦中发现维生素 B6、叶酸、核锌，这些营养素对于保持免疫系统强大、神经健康，以及让身体在运动和愈合过程中准备好构建新的肌肉细胞至关重要。那么你要如何将藜麦加入饮食中呢？早上你可以用杏仁奶煮藜麦，拌入大麻籽或一匙辣木粉，作为温暖、富含蛋白质的早餐。把白饭换掉，用藜麦代替，搭配烤鲑鱼、豆腐或炒青菜。这有助于稳定血糖，并为你的肌肉提供所需的燃料。晚餐时，试试清爽的藜麦沙拉，加入菠菜、烤杏仁，并淋上一点橄榄油。这对胃部很温和，但富含身体夜间恢复所需的一切。给初学者的提示：烹饪前务必将藜麦彻底清洗，以去除一种叫做皂素的天然涂层。如果不洗掉，尝起来可能会有苦味，然后像煮饭一样烹掉它。使用水混藜麦2:1的比例，煮沸后转小火，盖上锅盖炖，煮约15分钟。当它煮好时，颗粒会片得半透明，并散发出淡淡的坚果香气。片老病不代表你就得接受，片得虚弱或迟缓，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改片了，但它愈合、生长和适应的能力仍然非常有活力。它只需要正确的燃料来唤醒那份力量。有时候不需要大费周章的改片，只要一个小小的改片，譬如在日常餐点中加入几种种子，就能悄悄地开始扭转局面。一点一滴地，你的肌肉会做出回音，你的平衡感会改善，日常活动会再次感觉变得容易。你的时间还没用完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的身体仍在倾听，只要你开始给予它一直在等待的支持，它就准备好重建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启发，请按个赞，并把它转发给可能也需要的朋友或亲人。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想法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们你会最先开始尝试哪一种种子。请记得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保护健康和保持独立生活的新方法。因为变老绝不应该意味着放弃你的力量。